皇上好辛苦啊！我给你端来了你最爱吃的榴莲汤。小柔，你下去吧，我和皇上有话要说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命奴婢专心研墨，不可懈怠。不就是研墨吗？难道离了一头驴，就转不动墨了？奴婢的意思是，毕竟是奴婢早晚在皇上身边伺候着，更加明白皇上的需要。所以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皇上。你下去吧。那小柔先告退了。皇上，我喂你。皇后把朕的婢女都轰走了，皇后真的能伺候朕吗？那有什么？我虽没干过保姆，但我总知道保姆怎么做家务吧。那好，今晚就劳烦皇后来伺候朕。来，啊，哦，这是何物？是啊，这是何物？速速扔了吧。没了。那天，朕把小柔带去，回头想想，也是朕考虑前途。如若伤及了皇后的颜面，也请皇后不要放在心上。皇上喜欢哪家的姑娘，是皇上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皇上您开心就好。哦。